梯度孭包垃圾落嚟，咁咧垃圾冇得分兩段㗎，抌咗出嚟打一包，又打一包。唔願上鏡嘅關女士講返上次俾食環署票控嘅經歷。慧姐雖然冇被票控，但倒垃圾嘅時候都有所擔心。體諒下我哋啦，我哋都係擺一陣間啫，即刻處理啦啲垃圾。你嚟到唔好運得差我啦。最近有清潔工喺清潔過程期間，因為將垃圾放喺街邊，就俾食環署職員以亂拋垃圾為由票控。有工會話，清潔工要將垃圾放喺街邊一陣，都係迫於無奈。單棟式大廈嗰個地方咁淺窄咧，我哋冇可能擺喺大廈入邊㗎，可能有啲20-30層高咧，已經要收一半落咗嚟先。咁嗰啲暫時嘅時間就將會更加長，面對嘅風險就會更加高。而家咧，佢哋白紙黑字寫明係10分鐘嘅。咁你見到個咁近嘅垃圾站，佢哋都可能需要5-6分鐘。咁有陣時我哋唔止啊，有陣時有啲遠啲嘅垃圾站，會唔會都花10分鐘、8分鐘嘅時間觀察一下，睇係咪真係倒緊垃圾，定係棄置咧？食環署啦，工作指引啊、操作指引入邊咧，可能清晰地界別咩叫清潔工有倒垃圾，咩叫真正嘅棄置。成千上萬嘅清潔工進行緊嘅正當職業，要受到咁樣嘅處分咧。